世界衛生大會稍後會投票，係咪接納世衛執行委員會嘅提名，由中國推薦嘅陳馮富珍出任世衛總幹事。方健儀喺日內瓦報道。世界衛生大會開幕，世衛全體190多個成員國出席。陳馮富珍嘅提名稍後會喺呢一度確認同埋任命，會得到2/3嘅成員國支持，先可以成為總幹事。出席會議嘅衛生部長高強話：陳馮富珍高票當選，代表國家同埋佢受到國際社會認同。我覺得還應該再多一點，但是24票高票當選，是在歷史上很少見。中國常駐日內瓦代表團為陳馮富珍舉行祝捷會，但係並冇邀請外國嘅使節，有幾十名中國助選團嘅團員出席。而競選落敗嘅日本美新茂話會繼續留任世衛西太平洋區總監一職，又話會繼續同陳馮富珍合作。We are friends, we are friends, we continue to friends and support her. We work together, of course. 而喺世衛總部，部分職員認為陳馮富珍能幹，升任總幹事一職。China is a very important member state, so it'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also have a Chinese Director General at one stage. So this is, I think, a good timing. 咁佢哋期望陳馮富珍可以帶領世衛提升各國嘅衛生水平。無線電視記者方健儀喺日內瓦報道。吳先瑩呢，而家喺聯合國日內瓦總部㗎，咁係啦，世界衛生大會嘅特別大會開成點啊？係啊，咁其實第一部分嘅會議咧，已經喺大約半個鐘頭之前呢係完結咗㗎啦。咁佢哋主要咧係通過一啲日程表，咁同埋確認咗部分成員國嘅身份。而到下晝嘅2點鐘，亦即係香港時間晚上9點啦，佢哋就會咧就住陳馮富珍嘅提名表決。咁之後咧，大概係相信1-2鐘頭之內咧就會有結果。陳馮富珍之後呢，亦都會發表講話。而喺閉幕禮之後呢，陳馮富珍呢，亦都咧係會召開記者會，咁係回答傳媒嘅提問㗎。咁啊，到時咧再有最新嘅消息咧，再為大家報道。喺呢度報道嗰段落，將時間交翻俾李先啊，李津。唔該你。